这时，咱要来攻读上帝的话，请大家掀开出埃及记24章、23章。出埃及记23章14节到17节，现代中文译本第100页。出埃及记23章14节，三个重要的节期，每年就为我守三个节期。要伫阿毕月，就是恁离开埃及的迄个月，照我所吩咐的，守度假节。伫节期的7天内，毋通食有羹的饼，毋通空手来敬拜我。16节，恁着伫开始收割农产物的时守收藏节。恁就是秋季办家子的时阵守收藏节。一年这三个节期，恁厝里所有的大部分拢爱来敬拜我至管的上帝。圣经以上，请下面咱要请薛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中上帝守节，中上帝守节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旧历正月14，对咱台湾人来讲，今仔日游玩算做是过年，因为要到明仔载15日元宵节，也就是咱所讲小过年了后，才算做是年过完了。所以伫遮我游玩，免大家拜年，祝福大家新年恭喜，上帝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咱的主上帝，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知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对年头到年尾，你拢甲阮伫地。主，特别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阮要阁一摆将家己的性命摆伫你的手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，甲阮伫地，互阮起调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伫今仔日早起，阮阁一摆自责。阮望通过上帝你的话，互阮每一个人得到对你来的应允，也求主你亲自带领阮，无论是听的，是讲的，拢当对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。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问咱大家，咱华人的三大节日是倒三个？过年、中秋，还佫端午，就是肉粽。确实，每一届咱若是拄着遮个节期，就真济风俗习惯围包围着咱，就好亲像伫旧日过年，咱拢是爱全家团圆，特别是29暝，也就是咱所讲的除夕夜。每一个人拢会想尽办法，要返到厝里围炉，大家做伙食暗顿，准备过年。肉粽节、端午节，就是爱食肉粽，不管你爱还是无爱，也是爱应节应景。中秋节也是爱买一盒的月饼，虽然即马月饼并毋是大家拢真爱，即马较流行的是啥物？中秋节要创啥？要烤肉。所以过节的时，拢会互咱受到生活中内面真济无共的风俗习惯。总是也通过遮个风俗习惯，将咱即个真平凡的生活，加添真济变化甲热闹。想看觅，如果咱将遮个节期拢总甲伊摕掉，咱就会感觉
咱的日子平淡平静，每一天拢是同款。亲像对伫遐移民到伫外国的华人，或者是台湾人来讲，对倒一点会当看出伊是华人或者是台湾人呢？就是当厝边有一天来你会兜讲啊，某咪人啊，恁兜今仔日哪会特别热热啊？啊，是毋是？哦，对啦，今仔日就是阮台湾人过年的日子。旧日过年的假期，对咱台湾人来讲，这就叫做国定假日。总是对外国人，农历过年，伊一点仔感受拢无。就好亲像一般非基督徒，因对伫美国的感恩节同款，甚至因拢认为感恩节就是火鸡受难日。其实，真侪节期包围着咱，一旦若是将这节期拢摕掉，无的确，咱就袂感觉家己是台湾人。今仔日游玩是过年的期间，总是做一个基督徒，要安怎来适应这个节期？特别咱伫台湾，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基督徒，但是咱拢受包围伫即款的风俗习惯的中间，平常时拢袂有啥物感觉。总是一旦若是拄着某一个节期，或者是讲咱的厝内有婚丧喜事的时，真侪风俗习惯会互咱毋知要安怎来适应。若无爱甲厝里的人做伙过节，好亲像会互彼此真有距离，甚至互厝里的人感觉，咱信主了后，哪会甲因拢格格不入啊？有一摆开会，有一群人就拄好讲到过节即个话题，其中就有人讲啊，咱基督徒吼毋免过啥物中秋节、肉粽节啦，迄拢是世俗人在过啊。咱基督徒应该着过圣诞节、古话节，安尼毋才有意义。但是伫现实的生活中，咱真学得去摒免这个节期。有人用拒绝的态度，或者是讲遐的拢是迷信。总是牧师却认为，咱的信仰生活甲日常生活一切，应该是爱密切结连做伙。这并毋是世俗，也是无世俗的问题。譬如讲订婚礼拜，只是一个订婚，就有真侪礼俗。亲像订婚的时间一定爱定伫中昼以前，对无？咱订婚礼拜嘛是啊。因亲像俗语讲啥物，坐互死食，才会得人疼。所以呢，每一个去参加订婚的人，拢坐甲安尼食。实际上，得人疼甲坐互死食有关系无？有无？咱家己心内有数啦，俗语佫讲啥物？关于会长椅坐，低椅客骹，三顿食饭才会配猪骹。迄是以前猪骹真贵啦，做新妇的会当食着猪骹是非常袂歹的代志。不过，若是即马逐工互你食猪骹，会安那？胆固醇过高，佮身体健康会出问题。但是咱看台湾俗语会安尼讲，就是安那毋望一切好处都会当归伫你的身上啦。佮有挂手指，学问也真济哦。迄位上爱你的，也是你上爱的对方。两个人愿意结婚，要做伙生活一世人。当彼此要将迄个手指挂伫对方的手的时，双方的家长拢会安那？不时甲两个男女主角提醒因对无？
爱安那，会记得哦，你的手爱安那，拗起来对无？毋通戆戆安尼直直对无？爱拗起来，通互对方袂当将手指甲你挂落底，因为安那挂落底就压落底。所以呢，彼此就心怀戒心。男主角安尼，女主角也安尼，拼命要互对方将手指挂落底，若亲像拼命要互对方疼落底，为对方牺牲落底。到底这是虾米款的风俗啊？其实我嘛毋知影，只是咱台湾人真侪拢安尼。话讲倒转来，今仔日的圣经中，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伊讲，恁着守节服侍我。台语汉字本的圣经，甲华语的圣经无共，特别有讲到服侍我。这段圣经毋若甲咱讲，以色列人有兄的节期，也甲咱讲，以色列人伫一天过一天平淡平静的生活中，因对未来抱着迄个惊吓不安的心理，要往前行到迦南应允的地。上帝讲：“你着守节服侍我。”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守啥物节？咱做伙看咱的荧幕顶悬。第一个就是15节所写爱守度假节，放伫咱头前座位迄本黑色的圣经，是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。伫个后壁有名词浅注，第7页有清楚的说明。同款，相信咱嘛会当参考利未记23章第5节到第8节。度假节也称作跋过节、逾越节。跋过节是纪念上帝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、脱离做奴的生活的一段历史。也就是讲，这个节期跋过节是以色列人得到救赎的节期。第二个就是16节的头前，讲要守的节期就是收割节，佫称作收获节。同款伫圣经后壁名词前注第3页有说明，伊是庆祝收割产年已经成熟的麦仔的节日。对度假节了后，算起50天来守即个节，所以也称作五旬节。旧约的时代，一直将伊当作是农业庆典来守即个节期。这是纪念以色列人因有饭通食，而且是对上帝感恩的一个节期。第三个就是16节的后壁，要守的节期就是收垦节。同款伫名词前注内底第3页有说明。这是伫秋天年底秋天，要庆祝葡萄园内面的收成，是纪念以色列人有所得就会当来存活的节日，也当参考《申命记》16章13节。收垦节也称作大寮仔节、住棚节、大寮仔节，这是纪念上帝带领供应以色列百姓，因伫旷野流浪40年，因住伫布棚内面的日子。同款，今仔日上帝也在对咱的性命安尼讲：我耶和华上帝伫你的性命中，当你要往前跑走的时，你有机会来向我守节服侍我。互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体会到耶和华上帝创造的主，伊是伫咱的性命的内面，也就是讲，上帝要进入咱生命中的每一个情境中，来对咱讲：你着守节服侍我。今仔早起，牧师要用3方面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段信息。第一方面，伫生活的情境中，
来纪念咱的上帝。也就是讲，互咱家己有机会，用心将家己的生命甲生活，咱放入一种强烈、敏感、自觉、佮警醒的情境中，来纪念咱的上帝，看伊的手安怎震动咱心底迄个感动，用伊的声音来呼召咱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伊记载迄个时间，是以色列百姓因根本拢还未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，也就是讲，因生活稳定落来日子，还未真正开始。上帝就安尼来命令，要互咱有机会将生命变做值得纪念的一个节期。所以上帝讲，你着守节服侍我。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妈妈，你毋知还阁会记得，你的手抱着你第一个囝拄仔出世的迄个囝的心情，甲迄个期待无？手抱伊，目睭看着伊，你的心内底想，即个孩仔将来爱读建中还是北一女啦？爱台湾大学，爱出国留学，爱得到博士的学位。做建筑师，做医师，一下做律师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毋是牧师啦。在座的少年人，还阁会记得你拄仔行出校门，踏入社会迄个心情，甲你满怀的雄心壮志无？毋忘家己将来。会有房子、车子、妻子、儿子、银子，就是咱所讲的迄个五子登科，拢会当伫咱的生命中。亲兄弟姊妹，假使咱每一个人，每一天早起，咱一个起床，面对新的一天，就将即款的念头甲意志，放入伫咱的生活中，也就是甲家己讲。伫今仔日，我要尽量去体会、去经验，上帝安怎照顾我、带领我、保守我。圣经甲咱讲，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的时代，每一天早起，因拢要出去伫旷野去捡玛纳，每一天拢会当捡一日的份夜，独独。安歇日的前一天，伊会当安那捡2天的份夜。因也是伫这中间来发现，家己是安怎互上帝来引带、来照顾。你着守节服侍我，也就是上帝爱咱知影去纪念，到底伫咱的生命中，伫咱的生活。甲规个过程的中间，上帝对咱带领，互咱经验着什么款的代志。虽然我家己无生囝，总是我也通过我的先生甲我分享，伊对因2个囝的成长的过程，甲面对规个社会变迁潮流中的教育。虽然囝儿因拢会经过读书、谈恋爱、结婚等等的过程，总是伊更较期待培养因2个囝，知影去收集生命中逐种细微细的细节，珍惜每一个生命的过程，通好伫其中来发现上帝奇妙的带领，来纪念创造万物的主宰。看上帝安怎伫甲因做伙同行，通好互伊会当伫上帝守护的生命内面，找到值得纪念的节期。亲兄弟姊妹，生命是会当充满节期，生活会当是欢喜、庆祝、快乐的生命。生活也会当是带着迄个
深沉的反省，带出生命的意义甲价值，充满伫咱的心中。咱拢知，伫咱的生活中有真济部分是属伫迄个看袂到的，咱也认为遐个拢是非常的珍贵、珍惜的。就好亲像夫妻两个人伫互相相看，就知影彼此迄个疼惜对方的眼神，会当体会彼此的包容甲体贴。小朋友的天真，会互咱知影。童年上界重要的是啥物？就是快乐。也亲像当年的花季，咱到伫阳明山去看樱花，伫开甲真灿烂。咱看到的时，所产生迄个心情甲学乐的声音，或者是到国家音乐厅听到真美妙的音乐，互咱的心感动。这个拢是咱所宝贝、所珍惜的。对我来讲，我非常珍惜上帝安怎互调我食做伊的萝卜。当然，我嘛真珍惜这2年多来，上帝安怎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黄昏，我甲先生做伙开车转到淡水，甲囝、甲新妇、甲孙一食饭迄个路呢。照着淡水要落山的日头，甲我讲，伊悠远逐工将真水的夕阳手续互咱人类。各位兄弟，你着起来纪念。一般的宗教是爱咱人心存善良，也要做好事。总是基督教信仰却毋那安尼。基督教信仰爱咱起来纪念，纪念迄位全能创造的上帝，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，拯救咱的耶稣基督。伊伫咱每一日的生活的细节，要真实来向咱讲话，通互咱伫生活中的心思意念，因为有创造者的同行。有一份清明开阔、阁伟大的思想，会慢慢落实伫咱的生命中。第二方面，伫今仔日的这段圣经中，有上帝奇妙的祝福。这句话就是15节的后半段，讲牢记我的人，毋通空手。各位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讲到空手。不是两串胶来见上帝，不是，是上帝手持日头、空气、水，任何牢记上帝的人，拢毋通袂记得日头的光照、空气的流通，还是讲水的供应。你我中间，若无产生即种对生命的责任，安尼无论安怎祈祷。安怎敬拜，安怎服侍，咱拢会感觉真无力。兄弟，信仰是一种使命，但是这并毋是爱你炸啥物有形的礼物来上帝面前，这是爱咱每一个人伫你家己的生命中，当你面对上帝的疼的时。上帝决断袂互你的生命空空着磨往前走。伫咱的生命一定有存在2件代志。第一件就是上帝圣洁的供应，必然会更新咱的心思意念。四生的果子决断袂受到阻挡，咱一定会伫圣洁、和平、公义中，甲上帝相同行。第二件，上帝恩典毋那只是恩典，上帝必然袂互咱所领受的恩典，只是单纯的恩典，因为伊的恩典，互咱伫服侍中会当见证上帝疼。
所以调戏我的人毋通空手，是因为上帝的能力甲疼，是带着权柄甲丰富。咱必然会伫伊的溃力、权柄甲丰富的中间，互家己的性命产生功效，互咱伫记上帝的时，袂滴到空手。换一句话讲，咱伫日常生活的见证，就是互上帝的礼物。咱伫日常生活的见证，就是互上帝的礼物。好亲像，咱知影这段时间，虽然咱真欢喜，过年期间，甲咱的亲人朋友做伙分享疼、分享上帝这恩典，总是咱嘛有纪念。伫台南，才会因为地动来受苦的兄弟姊妹，所以咱的教会，特别伫顶礼拜甲即个礼拜，咱拢有特别为着因，咱要来奉献。因为咱若会当伫遮的台南受灾兄弟姊妹的需要顶悬，奉献一份的心意，咱诚做上帝的手、上帝的骹，互因真正来得到实际帮助，这就会当诚做真水的见证。这就是互上帝的礼物。如果咱的生命所有的经营、所有的努力、甲所有的成就，无够影提供咱所要带互上帝的礼物，甚至会阻挡咱带礼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个时阵，咱的生命就需要重新来调整。所以，请问你今仔日安怎来生活？是毋是伫信仰的追求顶悬有所进步？是毋是伫听上帝、顺从上帝旨意顶面有所得到？是毋是互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毋是空手来记伊的名利？牧师无认为调戏我的人毋通空手，即句话是规矩，是条例，是律法。反正我认为这是上帝极大的祝福。我相信，人伫基督耶稣内面，袂空手去调戏上帝的面，因为上帝必然会守护迄个今生受呼召的使命责任伫咱的中间。第三方面，所有的人拢毋通失去任何亲近上帝的机会。圣经17节安尼讲：你所有的查甫丁，一年3摆，拢着守节服侍我。读到即句圣经节，好亲像伊有重男轻女，重男轻女。但是真实的，咱无法度去改变旧约时代所写落来的话语。圣经学者因就安尼甲伊解说，就是伫迄当时所讲的查甫丁，就是代表一家的人。当咱讲某米人因来啊，意思讲某米人的全家已经到啊。所以17节，你所有的查甫丁，一年3摆，拢着守节服侍我。意思就是，所有的人拢毋通失去任何亲近上帝的机会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在祝福你的相时，也在命令你，毋通在超出伊的旨意，甲顺从伊的话语内面，做一个缺失者、旁观者，或者是第三者。兄弟姊妹，无一个人会当伫信仰追求的路里，家己认为家己是一个非常冷静的第三者。若是安尼，伊一定无法度领受经验，到底信仰是啥物？
就亲像今仔日早起，咱第伫遮做伙来礼拜，包括诗会、诗琴，咱的圣歌队，啊，搁咱外口的招待，啊，搁牧师，以及咱所有在座的会众，咱大家拢在参与伫即个其中。咱对造乐开始，咱着安静心、陪伴咱的心，来迎接上帝。有宣调，有信息，有祈祷，阁有启文，也有诗班的学老读圣经、信息，啊，阁有咱的奉献、报告，欢迎来宾、牧养代祷，啊，阁有散会诗、阿门颂。对头到尾，以及咱家己，啊，阁电乐，啊，阁咱家己安静的默祷，甲受切恳。到伫遮，这拢是规个礼拜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到上帝面前，献上家己，上帝心意就会伫遮向咱来显明。今仔日的圣经节其实真简单，这是以色列百姓因也未进入上帝所应允伊的迦南地进前，上帝就照着摩西所讲的律法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讲：你着守节服侍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愿意把握机会？就伫今仔日，或者是讲明仔载是元宵节，咱得要结束旧历新年的节期，就伫即款华人世界的生命节期中，咱常常纪念上帝，纪念伊安怎帮助恁夫妻重新和好，互彼此看到家己原来是遮尔无够赢。纪念伊安怎伫旧年的某一件事件中，保守夜看你的性命，也应该纪念当你欠缺时，上帝安怎照着伊奇妙的引带来补足你的需要，也存同款的信心来展望你我头前的路。伫新的一年，咱要创造，或者是要写落咱家己的节期，上帝守节来服侍伊。上帝赐予咱袂空手调记伊，而且引带带领全家来到上帝面前。愿上帝赐予咱对过去心存感恩，对未来心存盼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主上帝，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恩。主，因为你讲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逐时逐刻拢甲阮伫地。主，恳求你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互阮伫每一天，阮拢真正是会当来深深体会、经验上帝你对阮生命中每一项事的带领。主，互阮伫新的一年，阮会当常常写落阮家己甲上帝中间的节日。主，互阮伫新的一年充满着欢喜、庆祝，以及有主的同在临到伫阮的内面。主啊，我们阁一摆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赐阮祝福阮，当阮活伫台湾，阮永远会当享受上帝你所赏赐阮的每一个节日，互阮伫即个节日中间，阁较会当超找着上帝你的心意。也会当活出上帝你的心意伫阮的生命内面。主，阮将阮每一个兄弟，阁一摆交托你，求你来赐福阮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